来哦，最近有一出韩国的电视剧真红，合作《非常律师禹英禑》，讲这个剧情温暖，收视率一直在亮悬。啊，这个剧中扮女主角这个叫做朴恩斌，扮男主角这个叫做姜泰武。讲这对鲸鱼 CP， 也就是这对银幕的情侣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因两个人拢捌来过台湾拍戏。 이름은 똑바로 읽어도 거꾸로 읽어도 우영우입니다. 以自闭症律师做内容，非常律师禹英禑收视率继续压悬，名声请压过全世界，男女主角嘛对得出名。 이 아가씨가 변호사예요? 우영 정체가 뭡니까? 朴恩斌的演技下叫人气呛滚，过去伊来台湾翕电视喜剧，后被将杀掉顶八卦。跳起的客人车，甚至老滑稽，翕的所在有新北市含桃园，亲像淡水九份的老街平溪。朴恩斌2年前佫公开伊牌盒内底有放台湾古水的纪念品。 제가 사랑하는 토끼 이런 걸 팔고 있더라고요. 그래서 대만에서 아주 귀여운 기념품을 남길 수 있게 되었답니다. 나는 변호사님이랑 같은 편 하고 싶어요. 朴恩斌伫咧非常律师内底，和大心的姜泰武谈恋爱，妈妈伫咧7年前和李圣经来台湾出境拍戏。 야 강희솔. 真要看是高雄渔港，冇去过基山金蕉和王来园。姜泰武和朴恩斌最近伫咧韩国接受媒体访问，讲闹时间地想要来台湾佚佗。不过今年28岁，姜泰武敢若拄到韩国做兵的问题，未将拢真烦恼。经纪公司讲，多谢大家和片商的支持，伊伫咧入伍进前，还有真侪所在需要协调和考虑。享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